各位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唔知咱大家有期待这个时间无？吼，这是咱所有富强教会兄弟姊妹一个三当组织的时间。虽然咱袂当到伫礼拜堂，总是你我大家拢共心，因为咱知影这个时阵就是咱要敬拜上帝、同心聚会的时刻。这个时阵，咱请大家伫家己的所在，咱备办心，咱先安静默祷。咱就随时要来开始。各位兄弟姊妹，诗篇84篇1节到2节，安尼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啊，你徛起的所在，互人遐尼意爱。我恋慕上主的殿宇，到要分去。我的心神应我的上帝欢喜唱歌。我的心神应我的上帝欢喜唱歌。兄弟姊妹，咱用诗歌来学到主，咱用祈祷来甲主相亲近，咱这是要同心来敬拜上帝。各位兄弟平安，平安。这时邀请咱三角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引带阮经过一个礼拜，嘛时常伫阮的祈祷中，互阮明白你的确伫阮的身边，怜悯扶持，天天开力，互阮嘛固守这个土地。这时主啊，愿你赐下喜乐的心，互阮因为愈来愈明白你伫困境中的引带，咱认捌你，心内就愈满足。感谢主。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只是邀请咱三个来唱《记那我靠耶和华》。记那我靠耶和华，喜乐的心被充满。记那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最全。记那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被充满。记那我靠耶和华，一切就做被拍破。我被欢喜来到主面前，他开心梦来了时，我被欢喜来到主面前，祈祷求过了主生命。记那我靠耶和华，喜乐的心被充满。记那我靠耶和华，主的福气那最全。记那我靠耶和华，平安的心被充满。记那我靠耶和华，一切就走被打破。让超咱欢喜来到主的面前，我被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梦来了时，我被欢喜来到主面前，记得求过了主生命，愿咱的心欢喜。我被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梦来了时，我被欢喜来到主面前，记得求过了主生命。感谢主，伫这时，互阮会当三角来敬拜伊。这是邀请咱为着阮的心，会当上帝搁较侪来拍开，伫礼拜中来教主三角行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互阮今日会当安尼欢喜来敬拜你。主啊，虽然伫疫情的中间，搁阮深深知影你和阮三角伫咧，知影你伫每一天是原地引带阮。感谢主，互阮的心当欢喜来欢喜。我搁一摆来到主的面前，欢喜领受。我被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梦来了时，我被欢喜来到主面前，记得求过了主生命。我被欢喜来到主面前，
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记得唱歌来主生命，记得唱歌来主生命，记得唱歌来主生命。感谢主，当阮欢喜来敬拜你，我靠你的时，你嘛拍开阮的心门，来领受你极大的慈爱。主啊，这时愿你帮助阮，伫生命大款的时刻，都愿意来回应你的慈爱。这时邀请咱三甲来唱《愿我话哪听你》。愿主帮助阮，哪听伊。世间虽有艰苦，有无烦恼，伊人有主同苦，欢喜乐乐。我最今世无你，哪顾为哪听你，为哪听你，为哪听你，虽然归来虽难，你是最强。我心有我勇敢，对你来行，别再记多无你，哪顾为我听你，我听你。我听你，阿门。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全能主上帝，阮欢喜而乐感谢你，伫你恩典保守，阮经过日子拢平安，也救阮脱离拢总的歹。
互阮领受你满满恩惠。愿而乐感谢你，你大权能信实，保护，互阮免受歹的陷害。你的信实也做阮的盾牌，你的实故阮无受灾害。愿而乐感谢你。今日早起阁是新的日子，主的慈爱，逐早起拢换新。你的诚实也极其看大，你的信实甲慈爱永远甲阮伫地。阮要而乐，阮要感谢你。愿你得到高举尊崇，全地出欢喜的声，而乐你尊名。愿世界万物拢称赞主上帝圣名。今仔日也是主你所定着的日，是你互阮发达的日，是你拯救阮的日，果是舒服的日。阮伫遮要欢喜快乐，阮要伫你的殿内而乐称颂尊重你，因为你的慈爱永远甲阮伫地。永远我的主上帝啊，你永远，阮若求告你就应允。伫你危急的时，甲阮伫地，使阮平安自在。一点，求你赦免阮的罪，清去阮的心，除去捆绑阮心中的恶相、虚华，讨放阮心中激动的重担，怜悯阮的软弱，使阮开力，赢过拢总。恳求救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听。安慰心灵忧伤痛悔的人，激励人的心，重新有丰盛活力的新生命。主啊，当阮袂记你，当阮离开你，求你离开我，求你赦免，互阮离开阮这款的罪。当阮自高骄傲，袂记你来学了你的时，也求你赦免阮。当阮将你的听变做律法主义，你的自由变做拘束的工具，你的应允甲恩典变做需求甲义务的时，求你赦免阮。主啊，恳求找你的灵进入阮的心，用你的大能力破碎、塑造、锻炼阮，互阮赢过旧的阮。通全然换新来荣耀你，主圣神上帝，恳求你眷顾富强教会众兄弟姊妹，伫生活、工作、健康拢平安，也保守台湾疫情会通紧紧降低，逐项防疫拢顺利，想事聪明智慧，互执政者。政府官员、地方的首长，用疼心、公义，都无伫你台湾，甲人民和谐通徛起。今仔日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你找派路传道到阮中间，求主甲伊三甲伫地，通过伊的分享，阮得到造就甲帮助。这时。恳求圣神充满阮的心，带领阮进入你内面，领受你的教示，叫醒阮的灵，自信来听你的话，搁较深认捌你的真理，明白你圣旨意，也互阮的心柔软，无搁心硬，无敬畏你。求你的光光照阮，会当因为主的真光。愿生命得胜，求你点阮心内，除去所有的搅扰，通伫你内面安静，单单敬拜你，恭敬将敬拜交伫你的手。阮要同心，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做伙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
无伫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主听阮基督，主听阮基督，困叫你听阮求，主听阮基督，主听阮基督，听阮困求的声。这是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节到13节。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1节到13节。阮甲主同着磨的，也劝恁毋通空空受上帝的恩，因为伊讲，伫得到接纳的时，我有听你；伫拯救的日，我有帮助你。你看，一碟是受接纳的时；你看，一碟是拯救的日。阮以下无读的人，免得即份犯嫌，就是凡事证明，本身合理。做上帝的采用，是伫侪侪吞忍、患难、欠缺、困迫、受拍、关家、扰乱、流磨、无困无食、廉洁、知识、宽容、仁慈、圣神的感化，无假听真理的道，上帝的权能，用伊的正气伫左右。无论阳光、凌辱、歹名声、好名声，亲像骗人的，其实是诚实的；亲像人毋知，其实侪侪人知；亲像要死，其实是活；亲像受责罚，其实无至到死；亲像烦恼，其实常常快乐；亲像丧香，其实互侪侪人怖。亲像无有，其实是无毋有。哥林多人啊，阮愿恁喙开开，心看看，毋是对阮互恁下地，是伫恁的心家己下地。当恁着学即款家己开看来报答阮。我讲安尼，是亲像对家己的细囝来讲。感谢主，愿伊的话伫咱的心内。这时，请圣歌队来献诗，献诗煞，罗团队要用甲主、甲上帝同工，甲咱做伙来分享，也毋茫咱大家安静咱的心。
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伫长老教会历史档案馆服侍的罗启明传道。其实我的职是伫富强，所以我是富强人。今仔日嘛是咧回娘家，真感谢主。今仔日有机会来甲大家做伙来亲近上帝、敬拜上帝。今仔日所准备的这段的经文，其实是普世经课表的经文。普世经课表就是普世教会得用下礼拜的经文，内面有新约、有旧约，有这个诗篇这个部分。所以你会感觉讲，这真有意义，因为伫这个时阵，全世界有千万间的教会用这段经文在礼拜。互咱看见整个世界的教会其实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团体，一个信仰的团体在敬拜上帝。所以，互咱甲上帝同工，三条麻行伫上帝的道路的内面。咱知影，其实咱的防疫的3级警戒已经超过1个月，对5月中到现在已经超过1个月。各行各业拢受到真大的影响。伫最近，我原来毋是遐尼爱食即个锅烧意面甲牛肉面，但是我特别去阮的会友因所开的店，去遐甲伊买伊的面来食。重点毋是食即个面，重点是安怎？
重点是去到伊的伫服侍的所在、做生意的所在，伫遐关心伊。因为疫情的关系，有真侪的不便，所以我借着即个机会来甲伊请安，为着伊祈祷。重点佫毋是食物，是人甲人的亲近。所以真正互咱伫特别的时刻，咱来把握即种互相沟通、互相结连，伫主的听的内面互相激励即款的机会。咱要亲近上帝的话进前，咱搁一摆来感谢、来祈祷。听堂的上帝，我满心感谢俄罗你，伫至圣的主日，就是过活的主日，你调你的囝儿来亲近你，来敬拜你，来服侍你。主，互阮真正伫空中甲你来相拄，毋是即个空空的，是知影你的恩典是真正伫阮的生活内面来显明，帮助阮的心会当向你用心灵、真实、诚实，伫圣神的引带内面，甲你来亲近。互阮富强教会兄弟姊妹透过现代科技的帮助，超越时间空间，来学习要安怎来听主，要安怎来听人，要安怎来亲近上帝。主帮助阮，保守阮用信心来经过每一天的生活，亲像雨水润泽土地。你的话嘛，灌入伫阮的心，成做阮的帮助。恳求圣神引带，互讲的听的拢受到上帝引带帮助。祈祷奉耶稣的名，阿免。咱的教会，无论是任何的时代，悠远、坚定、徛在。对伫早前初代教会的时阵，罗马教会，迄个时阵教会政府甲教会有真侪困迫，有政治的压迫，叫人袂当信耶稣，无可能就有性命的危险。但是教会并无因为安尼来停止，反倒伫艰难的处境的内面，来见证上帝的活命。伫咱现代的处境嘛是同款，咱拄着前拢毋捌看见的情况。教会暂时停止，恁敢知影？伫即个时阵，我咧分享上帝话，我嘛爱足有信心，你敢知？因为我爱真有属灵的想象力，互我所看到的，毋是即个一个圈圈一个圈圈加请勿登座，互我真正用属灵的眼光咧看，这一个一个就是咱的兄弟姊妹。头拄有讲，咱伫空中甲上帝相拄，兄弟姊妹，你有感觉讲，这就敢若亲像咱咧祈祷？你祈祷敢有看到上帝？无，但是你知影上帝伫迄个所在，你知影上帝在听你祈祷，上帝在陪伴你，上帝在引带你。所以兄弟姊妹，咱学习用信心的眼光来看代志，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代志，伊毋是用即个目睭，是用心灵的目睭，用灵、用信心，才会当带出一个 insight， 一个 vision， 互你看到迄个无看见的。这个才是信心。你会当对影像看到我，但是我看袂到大家。但是我知影咱同心一意，伫迄个所在咧敬拜上帝。所以虽然生活充满真侪无确定的因素，咱到底当时要解封，当时咧疫苗要安怎做，教会要安怎来经过即款的处境？咱顶礼拜有一个新闻讲，有教会有人投诉对毋对？有5个人伫遐。在准备这个直播的礼拜，好佳在最后政府无甲因处罚，因讲因是工作人员5个人。兄弟姊妹，耶稣阁有12个学生，咱现场直播敢若会当5个人，无论是大间教会、小间教会，拢同款。伫即个时阵，咱真正爱靠着信心来度过即款的处境，互咱帮助上帝帮助咱，要安怎有好的见证？来度过这个难关，要安怎活泼的信仰甲喜乐？兄弟姊妹，我相信你伫镜头进前的礼拜，你的挑战也不比我少啊！等下你一个电话来，囡仔伫边仔乱，可能就会分心。所以，毋若是讲道的人挑战足大，礼拜的人挑战嘛足大。所以，咱到底要安怎用这种活泼的心，知影咱的上帝是活的上帝？超过时间，超过空间，伫即个时阵，伫即点，甲你同在。即个重点就在于讲，咱是毋是互上帝话语来影响咱的言语，
咱的行为，互即个信仰毋是敢若停留伫头壳，知影即个代志若定，互咱真正会当伫生活内面甲行出来，甲实践出来。互咱的信仰毋是伫天顶咧飞，敢若是网络直播抓不到边际的，乃是伫日常的生活内面，你知影上帝在引带，上帝恩典逐工甲你来同行。咱搁倒转来，就今仔日经文的背景，咱就看去讲历代的信徒为着要坚固教会的事工，用真济的心力、用心计较来恳求上帝引带。伫经文的内面，这位牧师，这个使徒保罗，伊为着要唤醒兄弟姊妹的热心，要激励教会，就敢若亲像夏牧师安尼真谆的教诲，安尼苦劝兄弟。保罗伊用真严肃的态度，意思是讲他是玩真的啊。兄弟姊妹，就算是现场的直播，我们也是玩真的。教会敬拜是真正用心在敬拜上帝，是真的在做这样的事情。伊用真严肃的态度在教导会友、苦劝会友。咱知影，这个哥林多教会是一个伫经文内面是一个年轻的教会，充满真侪恩赐、才情，真有活力的教会。内面真侪人有真侪恩赐，真侪服侍的气力。但是，这个教会内面嘛有真侪的问题甲困难，譬如讲，有人甲人中间的结党、纷争，有人的所在就有纷争。哥林多教会嘛是同款，伫内面有会友有伦理道德的问题，譬如讲啉酒的问题，妇女服侍这款的讨论，伫即个内面拢走出来。所以伫经文的内面，保罗伊真强调即个教导，也是讲讲道、教示即款的权柄。意思是讲，伫上帝的教会内面，咱真正是爱用纯正的信仰来辩驳一寡误谬的一寡言语的讲法。我举一个例，我有一个朋友咧甲我讲，一个牧者我的朋友，伊甲我讲，伊的会友在挑战传教者，在讲疫情的时候，你们好像比较轻松我这个朋友我就甲回讲无呢，颠倒搁较安怎，搁较无用呢。因为伊为着要准备一个线上的礼拜的讲道，伊为着会友的需要，伊搁家己上字幕，用真用心比碰是用3-4倍的心，在准备讲道片，搁咧想讲要安怎会当，互无论是老人，无论是囡仔，无论是青年，拢会当伫礼拜内面得到上帝话语的氧气。伊搁一天到晚透过 Google Meet， 透过 Zoom， 透过 Line。关心兄弟，所以伊用的时间是3-4倍搁较济，所以他一点都没有轻松他一点都没有放松，一点都没有放假没有。所以伫这款教会有一寡妩妙的声走出来的时阵，爱咱做上帝萝卜的人，还是讲咱教会内面，咱爱教导、爱导正这款的言语。伫哥林多教会内面，咱的这个信徒的反应，伊嘛是真积极、真顺服。伫上帝的道的听引出的内面，因欢喜接受使徒保罗的教示，愿意用真道来跑走。甚至当有人在质疑讲保罗伊的动机到底是安怎？你凭啥物来甲阮教导？凭啥物来讲道？凭啥物有这款的权柄？使徒保罗伊就用对主的忠心甲真实来见证讲，伊的服侍甲伊的性命是正确有果效的。所以兄弟姊妹，咱定定在服侍的时阵，人毋是咧看咱嘴所讲是咧讲啥，咱定定拢是人咧看咱的所行所做，是毋是真正有下伫信仰，是毋是真正用心听主、听人，这款的行为。在见证上帝，他说：“讲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在天空飞的，我们是很实际的。”
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伫这段的经文的内面，咱到底要安怎来对事工定心来反省？要安怎互咱会当对上帝定心来立志，用积极的心，用顺服的态度，用真实的心在面对上帝，用咱家己的性命来证实上帝的道是活泼有功效，咱的侍奉嘛是活泼有功效。这真正爱伫主的听的内面日日来成长，求主的帮助。所以到伫现代当代的处境的内面，咱知影讲，这段经文讲到真侪基督徒伫今仔日需要去处理的问题，有真侪圣堂教会事工，无论是牧者传道师、长老、执事兄弟姊妹，咱真正爱提醒家己，每一个人，咱是毋是会当成做一个无互人指责、经文讲无成做踢界人的人？伫生活内面有见证，真正用正直的心、勇敢的心，充满着信心，用热诚、关怀甲开放的态度。经文写甲真贴切讲心阔阔，嘴阔阔，是一个开放的，是一个愿意被上帝调整的这样的心。你是毋是有这款服侍的态度？是毋是愿意为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忍受真侪的批评、真侪苦楚、真侪的挑战？所以真奇妙是，当咱会当因为基督的恩典来服侍的时阵，咱讲这个食苦就会变做食补。亲像经文内面所写，敢若看起来是忧伤，但是上帝听带来你喜乐；看起来是丧乡，啥物拢无，但是上帝开力帮助你富足；看起来是啥物拢无，一无所有，是无一项拢空空。但是上帝在做代志，伊互咱逐项拢够业。做咱军队，上帝今仔日个题目讲，甲上帝同工，其实是上帝在做，其实是上帝在宣告，其实是上帝在替咱担即个担袂起的担，咱伫边仔在军队。所以耶稣基督伫马太11章有讲：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或者你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你敢有想到，到底这个担什么人替你担？这个担什么人替你担？若是耶稣讲这个话，就是表明伊在替咱担，伊在替咱引带，伊在替咱扶持咱的心，互咱无跌到跋倒，是伊在抱咱来行。所以，兄弟姊妹，虽然咱看去保罗，敢若讲认为伊是一个使徒，一个真有信心的人，但是伊其实伫服侍的路，嘛经历真侪重大的苦难，包括伊的身体病痛，伊有一支这个刺，敢若是咱咧讲骨刺即款的，伫提醒伊，伫人的软弱看到上帝的完全，伫人的软正看到上帝的引带甲医治。包括伊身体的病痛，包括伊互人关、互人鞭拍，包括兄弟姊妹的质疑，但是真正帮助伊会当完成伊一生的使命的，毋是靠着伊家己的熬，因为上帝是信实，是恩典，伊的能力有够举咱面对这个试炼，可以当帮助咱继续服侍上帝、服侍人。咱知影讲有时阵服侍，不是在放烟火，安尼卜一下就无去啊。有时阵的服侍是久久长长，就亲像咱今仔日个礼拜，咱无停止礼拜，咱继续伫主的道内面来亲近，伫试炼的内面，互帮助咱对内面来学习谦卑甲瓦靠的功课。所以绝对毋是瓦靠遮个器材拿定，毋是瓦靠咱看会到的遮个代志，乃是因为上帝帮助咱，咱也彼此相坚固。所以伫腓立比第2章有讲，人毋通干那顾家己的事，嘛着爱顾兄弟姊妹的事。这个才是真正信仰的整体内面，
因为我们不能在任何一个时刻放松。伫久久长长以来，教会面对侪的挑战，有恶者用欺骗、用引诱，为着就是要互人离开上帝，互人拒绝上帝，互人贫惰，互人无愿意对信仰完整的。所以，这个魔鬼撒旦伊会定定用错误的这个讯息、惊吓的心、无确定的心，来影响咱，要叫咱离开上帝。用无正确的态度，甚至用真济即款的理论、异端的信仰，要来引诱咱离开上帝。但是，亲爱兄弟姊妹，疫情拄好是一个上好的属灵的一个试金石，也是最好的照妖镜，帮助咱去看咱的心灵的世界。咱是毋是有伫肉体的内面来倚靠上帝？咱是毋是有伫咱的心神倚靠主？是毋是伫你的灵魂的内面，你深深向上帝来呼叫主啊，我需要你。互即个疫情是互整个的教会成做一间教会，互所有的基督徒成做是一个群体。因为即款的疫情的麻烦，就是伊要打击的，就是即个整体感。那教会空荡荡，这怎么是教会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不是有形的建筑物，教会不是这个徛，不是这个厝体，不是这个 building。教会是上帝所呼召敬拜伊的人，所以你伫手机仔头前，你伫电视的头前，伫遐敬拜，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迄个所在就是祭坛，迄个所在就是礼拜，迄个所在就是教会。所以像这是一个上歹的时刻，嘛是一个上好的时刻。其实最近这两天咱看到有在改变吼，开始有疫苗，开始有人数较降低安尼吼。前一阵仔一两礼拜前较紧张吼，大家讲呀，底下抢着要去超市，那表明是一种恐慌的心态，大家会惊吓。对伫唔知影的代志，咱会惊吓。但是，亲像这个文学家 Dickens， 伊伫《双城记》内面在描写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伊就讲看起来这是一个社会上混乱的时代，革命闹火，人甲人相杀，无信任，阶级对立，有权贵的阶级，有平民的阶级，国家乱糟糟，动荡不安。但是 Dickens 伊就讲。这个是一个上歹的时刻，但是嘛是上好的时刻，因为这个国家要改变，要有新的体制的改变。过去是一个国家君王在统治的社会，但是透过这款的革命更新，虽然有人闹火，但是这个时代就会进步。新的民主的自由的时代要受到高举。所以，同款伫即个疫情真严肃的时刻，嘛是同款的道理。咱必须要倚靠上帝，甲上帝同工，来追求教会体制的转型，互咱去超出上帝甲咱同在即款的意义，即款的确据，看袂到，但是你知影上帝伫迄个所在，重新去起造即个整体感，即个 integrity。伫圣经内面，上帝定定拢对一群人讲话，当然上帝嘛会对一个人讲话，但是上帝伊定定对一群人咧讲话，也是讲伊对一群人咧讲话，迄个态度，敢若对一个人讲话共款。所以教会伫即个时刻，兄弟姊妹，咱反省家己的心灵的世界，咱应该是爱装备家己，装备，然后预备，装备，然后准备来出发。这个教会毋是一个有形的建筑物，教会是一个互上帝所呼召信仰的群体。咱更加服侍伫教会外口的人，见证这个信仰，互你无论是伫顺境伫逆境，拢得到这个秘诀，就是倚靠耶稣。耶稣基督甲伊的十字架，成做咱的帮站。所以上帝讲，到底什么时阵要拯救咱？上帝讲，伫接纳的时刻，伫今仔日个经文讲，伫即点，是 right now， 伫即个时刻，
恁伫得到接纳的时，我有听你；伫拯救的日，我有帮助你。你看，这点是受接纳的时，你看，这点是拯救的日。所以，像你今麦上帝讲，当时要拯救咱，讲这个时候他与你同在，不是昨天，不是未来，是现在与你同在。上帝即刻伫这个时阵，甲你来同在。所以，互咱帮助咱，毋通看人、看环境。有的人在诽谤、侍奉，有的人有脱害即款的问题，但是咱爱伫一切事表明，咱是上帝的奴仆，咱是上帝的囝儿，食苦亲像伫食补。伫今仔日嘛是总会的时间纪念主日，我下面要用2个例来讲起伫台湾教会历史顶面所拄到的挑战。头一位是马国医生，今年就是这位第一位宣教师马国过身100周年。伊是1921年过身，到今年拄好是100周年。咱今仔日咧纪念总会纪念主日，就是伫即个6月16。6月16是啥物款的日子咧？就是马国伊伫看西街正式起造即个医馆的迄天，就是6月16。所以整个的台湾就把这个定调变做宣教的主日。咱想到一个真趣味，伫过去伊嘛受到这瘟疫、受到病毒、受到这款的环境的侵扰，远远来到台湾来宣扬福音。伊所拄到的是啥？就是咱的经文所看到的，济济吞忍，济济患难，济济欠缺，济济困迫。受拍、关监、扰乱、着磨、无困无食，但是上时上帝恩典嘛，甲伊同在，互伊真做伫一个伫连结、伫知识、伫宽容、伫仁慈、伫圣神的感化、伫真理的道、上帝的关联，会当真做水的见证。你想一个医生，伊若留伫英国，伊会当有真好的发展，但是伊来到伫台湾。咱常常感觉伊足伟大，好像觉得他是个伟人，但是伊只不过是透过上帝的眼光去看到人心灵甲肉体的需要，伊就去做。伊知影上帝恩典伫即点甲伊同在，伊就即点来回应，佮用喜乐的心，用纯洁、用知识来好款待咱台湾人，表明伊是上帝的奴仆。这张相是我2013年，我甲夏牧师做伙去英国，伫迄个所在去敲找伊的梦，一个宣教师伊的梦，小小的，在一个不起眼的墓地的内面，决定下 In loving memory of James Lector Maxwell， 用听咧纪念这个宣教师，伊的梦安尼，因为地层下陷的关系，慢慢要落落去啊吼。有一天可能这个梦会完全掉到地底下也说不定。纪念这个宣教师，用听、用关怀、关心这块土地。这个所在就是伊上早伫看西街，即卖仁爱街43号，伫迄个恁看见荧幕原顶有一个桶，泡汤迄个所在，这是日本时代的相片。伊伫遐起造第一间的医馆，用医疗。用宣教关心这块土地的人，才有咱今仔日教会的存在。这个是后来伫台南拄着困迫，当地百姓无爱这个宣教师来到伫这个所在，就甲赶走到伫高雄基后的所在，伫遐嘛建立教会、建立福音的一个所在伫迄个。这个是咱台南的放门路。就是伊对其后佫倒转来伫台南的时阵，就伫即个国华即个北门路即个所在启聪学校迄个附近租一间厝，伫遐开始嘛看病、医疗、做礼拜堂，即个所在就是叫做旧楼，旧楼。后来才搬来到现在的即个新楼的即个所在。马公毋是干那伊一个人。服侍台湾的信徒，伊的全家这是伊的同工
郑秀平是一个中国来的吴文水长老，中是伊的太太，后面3位是伊的同工，所以兄弟姊妹服侍需要团队呢，今仔日咱影视团队听说已经交棒给我们的干事了，我们的服事需要团队，需要同工，需要上帝的引带激励。这个是伊全家的全家福，后壁迄个白头毛的，就是孟仔国。头前迄位是伊的太太，骨度小姐。两个后生嘛拢真做医疗的宣教师。郑秀平迄个是大囝，去到中国宣教，伫遐用看病、用医疗帮助中国遐个百姓。邓秀平是伊的细汉囝，孟仔国 James Maxwell Jr. 就是伊的后生，伊的名甲伊爸爸完全拢同款。老妈医生伫台湾服侍7年半，伊的学生伊的囝较久，伫台湾建立新老病院，伫遮服侍20几年。所以你看，因两代人服侍台湾20-30年，无怨叹，用服侍的心来见证上帝。这个是马医生甲伊的医生娘。过来，伫日本时代，教会嘛是同款。咱伫历史的内面，教会有几摆因为某一款的因素来暂停聚会。当然，即马疫情是当代的。伫过去台湾的历史有一摆完全停止聚会，就是伫战争的时阵。伫迄个时阵，台湾基督徒嘛面对即款的考验，但是咱的教会前辈，因若拄着困境，信仰若坚心，发挥即种焚而不毁的精神。咱知影战争的时期，毋是可能比即马的疫情更较严重。基督徒佫面临佫较侪挑战。因为在日本政府讲，这基督教是英国、美国传来的信仰宗教，所以恁这基督徒拢可能是 spy， 拢可能会真做间谍。宣教师拢爱赶回去，袂当伫本地工作。所以真正基督徒伫迄个时代真艰苦、真痛苦，袂当礼拜，佫互人怀疑，有的牧者互人关，互人审问，哇，真正是非常的痛苦。伫台南的长老，咱的中原中学的学生，因为政府的压迫，讲恁若毋安尼做，来关起来。伫军国主义的下面，学生老师被迫去参拜神社。政府讲这是爱国的举动，你一定爱去，压迫伊爱去参拜神社。伫教会的牧师嘛是同款，有真侪牧师拢爱叫去台北，去遐接受即种日本神道的洗脑。伫遐用神道的即种的经文，在甲因洗脑，在对因用思想的控制，即款的情景，甚至伫牧者的厝体，政府拢爱强迫，爱藏即款神道，即款的神棚，即款的神龛，即款的情形，甚至有遮牧者受迫，爱到伫即个台湾神社迄个所在，伫遐讲是锻炼身体，其实是咧。即款的洗脑，即款的会议，所以种种的即款的困境的内面，基督徒伫即种复杂的身份的认同的内面，信仰不断的忍受苦难，得到安慰，互当时的基督徒感觉讲，咱真正有份伫耶稣基督的苦难的内面，咱真正明白即个信仰，成做一个真实的信徒，伫家庭、伫教会、伫社会、伫国家。伫世间，即个就是十字架，即个就是咱的重担，即个就是只有我靠耶稣，才会当真正行出属天的道路。所以，到底人生的苦难甲快乐要安怎去分？到底人生的幸福，你拄着问题的时阵，你是闪避，还是真正举起你的十字架来跟对主？咱的过去，无论是马医生，无论是日本时代的信徒。因拢展现真即款坚强的生命力，所以伫圣经希伯来书第10章嘛讲，恁毋通停止聚会。伊伫经文内底咧讲的即个经文讲，恁毋通停止聚会。伊即个背景是咧讲，恁毋通惊死，
你们不要怕死。伫古早迄个情景的内面，信耶稣、军队上帝是有性命的危险。所以到伫现在的这个处境，聚会虽然毋是这种生死交关的代志，但是迄个经文的重点，迄个信仰的重点，毋是在伫实体的聚会是有啊无，是在伫你是毋是会当坚心倚靠上帝，伫困难的内面，也是讲伫过去这种正教的处境的内面，有愿会当甲上帝来同工，甲上帝来同行。所以，兄弟姊妹，甲上帝同工，台语翻了搁较水吼，甲主相调和。其实毋是咧，上帝不是在虐待我们哦，上帝不是虐待狂哦。这个关键就是讲，咱是毋是会当伫这点，甲稳定的性命活出来？是毋是会当伫一般拢惊惊、茫茫渺渺的时阵，咱有活泼欢喜的释放的性命？互咱所看见的，无论是我们眼前这样所看的几个人而已，我们是有云彩般的见证人，会当回应稳定的上帝。互咱回头去看的时阵，咱知影上帝有互咱真济稳定，互咱知影一切有上帝通倚靠，互咱会当军队上帝来宣告，因为其实是上帝在行。每小弟上帝的宣告是在讲，这是上帝在行做，咱人只不过是军队，是伊的车用，是伊的同工。帮助你甲我真正互咱用信心的眼光去看到，我知影我所信的是几罪。我知我所信的是谁，不是空气，不是我们眼睛所看得到的，是真真正正甲咱同工的上帝。咱做伙来感谢，来祈祷。太堂的上帝，阮感谢阿罗你，感谢你伫这点拯救阮，你伫这点接纳阮，除去一切杀害阮的，除去一切阮甲你中间即款的妨害，即款的哪吒，互阮独独来倚靠你的稳定，互阮看见历史，看见教会进展，无一个时代教会停止聚会，因为上帝你到打游园，搁咧继续咧做工，你无停止，你的稳定无停止，你的稳定引带无停止，互阮军队你的心志也无停止，帮助阮伫疫情的内面，搁较有活泼的心、喜乐的心、有愿望的心，知影你的确来引带阮，你的打是快，你的打是轻。互阮甲你来同工，你伫头前引带，帮助富强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伫手机啊，伫即个电视的头前，迄个所在就是教会，就是祭坛，就是敬拜上帝的所在。专心交托，仰望上帝，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咱感谢罗传道用主的话来甲咱三甲学习甲勉励。线接，咱伫音乐的中间，咱要伫遮来为着几项事来做公道，来做公道。咱兄弟会当通过即个音幕牧师所拍的遮个台岛的内容，乐队牧师，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主愿的上帝，伫这疫情还未明朗的时刻，阮虽然是用网络线顶同心在聚会甲敬拜，总是主阮敬拜你的心无减少。阮颠倒大家家庭专注伫这个任务，阮要甲主三同心，阮要为着几项事三甲来代祷。主啊，阮为着一个月来，增加疫情的紧急，侪医护人员伫第一线，因无暝无日，伫遐咧拍拼抢救，才会感染着，也是爱检查的，才会阮的同胞，才会警察、消防人员以及第一线的记者的村里长，因拢在无用。主啊，阮虽然袂通代替因做甚物，总是阮要欢喜配合因的指示指挥，也互因会当伫真侪的资源的协助的下面，因的身心灵拢平安。因暴露伫即个
受感染的威胁的中间，总是因为因的责任、因的付出，互阮台湾的医护无地到拄着艰难。阮为着这医护人员献上感谢，阮也为着对中央到地方的所有疫情的指挥中心的团队祈祷，主求你，互因有智慧、有充分的这医学的这个决策，互因所做的指挥，互因所安排这疫苗的注射，逐项拢有效伫阮所有百姓防疫的需要。所以，阮感谢你，伫阮疫苗在处理真艰难的时刻，阮得到国际国家一个国家对阮的关心。阮有听见今仔日有250万的这个疫苗要到台湾，主啊，这是阮心内有真大的鼓励，因为阮知，阮无因为遐焦虑、秩序有做批评，互阮所有需要大声来防疫注射的人，拢会当得到够额的疫苗，通帮助因来抵抗这个疫情的搅扰。所以，阮也特别为着伫这个3级的境界下面，真侪人因的心灵检测有受真大的搅扰，有的为着经济来困扰，为着工作来困扰，为着学习来困扰，有的为着因的人际关系袂当充分来发挥来困扰。主啊，帮助阮会当用主你所予阮的耐心，互阮有好的自我管理，伫厝内有阮有真好生活的安排。主，阮特别为着这边疫情1个月来，几百位因为安尼来牺牲性命，阮的同胞伊的家属祈祷，伫咧感染住院叫的隔离的人，阮为着因祈祷。主啊，阮知影这款的事实是阮大家心中拢无爱看见的。毋过，主，阮求你怜悯，因为阮拄着这款灾难的时，只有主你圣神的安慰，才会当安慰因，也互政府所有的照顾，帮助因会当行过这个难关。主，阮也为着伫疫情的中间，当阮教会、牧区、团契、首长，拢会当得到上帝赐落开力，互阮借着电话通讯工具，会当实际关怀着阮所有的组员、阮的客友，互阮伫即个看袂到的情景的中间，阮透过网络视讯，阮会当彼此激励、坚固信仰，互阮来重新得到开力。主，阮为着教会会友伫厝内在防疫的时有平安顺心，需要外出的时得到主你的保护，身心灵拢得到健康。特别互每一个兄弟有好的信心甲交托。主啊，阮也为着这段时间会友工作会当真顺利，无论是实际到因工作的场合，也是伫厝内咧工作，学生伫线顶的学习拢无受影响。阮的长辈，阮遮的时代，逐个人伫厝内也拢有主你所赏赐的平安。主，阮知影伫即个疫情控制下面，特别是做生意、服务业、做这食食的工作、贸易的工作、生产的工作，这事业的兄弟，业务工作、生理拢受真大影响。阮求主你赐落智慧甲开力，互因有上帝你及时的帮助，保守这兄弟。因的家庭、因的事业、因的公司，会当紧紧度过难关。主啊，阮也特别为着教会，伫即个疫情的过程的中间，长期咧静养，也是伫家内咧休养，以及近期接受治疗，阮侪兄弟姊妹、大人细囝、妇女，因有的住院，有的开刀，有的有老年的这疾病。甚至有拄着恶性肿瘤、癌症这兄弟，主啊，阮恳求你施了安慰、扶持、怜悯甲医治，透过医生的帮助，互因紧紧来恢复因的健康。主，阮特别奉你的名来祝福
阮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虽然阮袂当实际的见面组织，总是助你的听，互阮有迄个超越的眼光。阮知影，阮是一体的。阮若是甲阮的台湾即个岛屿是一体，阮教会兄弟姊妹也是共一体。阮规个台南的教会嘛是共一体，因为阮彼此的疼惜，彼此的谦卑，彼此的互相的支援。阮确信，即个疫情会因为阮的努力来看出曙光，看见新的愿望。阮真期待紧紧会当解除即款的禁制，互阮兄弟姊妹搁倒转来主你的圣殿，阮欢喜自执，同心敬拜。特别阮欢喜来服侍，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长辈、兄弟姊妹、甲青少年以及细囝。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咱带到了线接牧师做几项的报告吼，这个报告也咱详细伫处理，咱家己会当用你的奉献，来放伫咱家己的地啊，咱有时阵时间也到。咱才来起来教会做伙，互你的奉献参与伫教会的事工的顶面。有一寡报告是重复，毋过牧师紧紧来带过吼。咱即个主日报告，咱的即个三级的境界，咱若照政府的规定是到后礼拜啦吼，到后礼拜，咱还阁有线顶的礼拜，也毋过过来是毋是也随时会当恢复，咱毋知。但是咱爱有备办心啦吼。这两日我有看到真侪新闻的报告讲美国啦吼、欧洲啦，听落到就知影讲哇，人因一年外呢，一年外袂当去学校呢。咱这一个月哪了就大概小可咧挡袂牢。我想这也是一个人之常情啦吼，因为大家开始安尼袂习惯呢。我想咱都爱有迄个备办心，因为这个疫情若无解脱。咱随时想要正常的活动，等于吼，这个疫情一波过过一波，这嘛毋是咱要爱，所以请大家备办心，好好调整家己的生活的特殊吼。第二，咱今仔日是6月20吼，拄好是总会事工奉献主日啦吼，所以牧师特别安排邀请罗启明传道吼来正道安尼。这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因为罗传道。因为台南的这个工作就是伫咱的总会的这个咱的这个事工机构啦吼咱的这档案中心在服侍因为是伫台南中会的牧者所以伊的会籍挂伫咱教会啦吼所以伊已经通过监选，就是讲。伊的传道资格牧师资格已经完成所以准备过来，伊传道任期满就开始要来受封牧所以咱几啊项的恭喜啦咱甲伊恭喜伊7月开始就是来继续续接做总会干事并且爱开始准备这个封牧的事宜所以会使讲伊伫传道的阶站中间，差不多今仔日是伫咱教会的服侍，过来伊是专属伫咱总会的这个牧师所以咱因为这个时刻来甲伊邀请，伫遮来甲咱勉励咱嘛甲伊恭喜咱甲伊恭喜咱继续替伊祈祷。当然伊现在要继续伫台南伫咱档案馆伫遐所在咧工作第三是咱主日奉献咱已经报告几啊遍咱若有奉献会当透过这个。银行也是讲透过咱家己起来伫教会来做奉献另外，咱这个一个特别的事工，哀伤陪伴的事工呢，咱第8期第13礼拜，拢总13礼拜哀伤陪伴的课程已经要结束就是拢透过网络空中的第9期要预定伫9月下旬还是10月初才来开课。当咱这个。哀伤陪伴，佮引进一个新的课程，就是有见到讲咱台湾这个离婚率嘛足强、足悬啦所以真侪人伫婚姻破碎的时阵，需要有一个信仰的关怀，所以咱引进对美国的这个新策略机构
来受关引进13礼拜，这个婚姻关怀课程。啊，这个影片需要咱的，拢是咱的会友参与翻译哦，吼，咱只英文讲一句，啊，咱都爱翻译做字幕就对啦。咱电视电视看会到的，啊，这拢咱的教会家己来完成。啊，翻译了后呢，现在已经吼，影片也咧制作。啊，咱现在就是讲，把这个影片制作好，先互这同工做伙看啦，吼。啊，所以咱现在也已经开始有备暑期后要正式开这个婚姻关怀课程，咱有13礼拜，意思讲一课一课，先互这同工啊，牧师嘛有参加伫内底啊，做伙看，看看有啥物所在啊，翻译啊有好势无，影片有好势无安尼，啊，咱通好暑假过，望讲会当开放实体的课程吼，啊，咱为着马教授以及这同工来祈祷。过来是关怀事工啊，特别咱邀请咱各单位、小组、牧区、团契。啊，咱大家分配同工，咱特别这长辈吼，啊，咱当用电话来甲关怀，啊，伫厝内咧防疫的，啊，咱有需要特别关怀者，有病痛，也是心灵上有拄着艰难的，请你联络教会，互咱线接来去关心吼。特别鼓励咱兄弟姊妹，咱在防疫的中间，咱真重视的是咱的心灵的健康，所以咱伫厝内防疫。咱有规律的灵修祈祷的生活，啊，咱有运动健康的习惯，而且你学习将这看路，无论是经济看路，啊，咱身体健康的看路，拢交托互上帝，咱才能平安来度过这个疫情吼。有2项关怀的事，咱继续带到，就是咱教会林文生兄弟，伊的妈妈吼，李秀莲老姊妹啊，伊已经过往，啊，要伫明仔载来举行伫台北举行追思会华礼拜，啊，因为袂当外人参加啦吼，咱特别为着明仔载即个个别式文生兄弟伊的家庭即个参加的礼式拢顺遂吼，啊，有定要来台南的所在来做安葬，请带到。另外，咱教会李亚春姊妹伊的妈妈吼，李夏金密老姊妹吼。已经过往，家庭个别式要伫拜二举行，啊，剩这伊的后家吼，拢也无信主啦吼，啊，所以要用非基督教模式来举行，请咱也继续为着这个家庭来祈祷。兄弟姊妹，咱爱当彼此吼，互相敲电话，互相关怀，做伙祈祷，吼，2、3个人做伙同心聚会，圣神就要听咱恳求的声。牧师用安尼报告，啊，咱下面交互谢牧师啊来做奉献的感谢以及做结束。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甘心的奉献，主我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主听见大悲，我愿一生为你奉献你所受事，报答我主。阿门。请坐，咱做伙来读这个月的经句，马太福音书18章的20节。预备，请。因为有2个还是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伫因中间。马太福音18章20节。咱最后来吟上吟圣诗391首，俄勒天顶主宰。吟诗煞，请夏牧师祝祷。俄勒天顶主宰，从这天对甲派，保护万民，人的普天的当心俄勒兄弟，俄勒三位一体。
相信。阿门。咱做伙三个来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甲恩典。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引带，甲咱正大家大大小小兄弟姊妹三甲同在，也甲阮台湾所有同胞三甲之地，享受平安、信心甲喜乐，对打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阿门。兄弟姊妹，咱请坐大家来默祷来闭会，咱伫家内会当线接有一个好的家庭这段互相分享，你咪当招教会兄弟姊妹互相彼此代祷，来做一个线接的交易。感谢主，大家平安。